自起了手啊，就是那个无啥个比斯里个强嘛么子，过了些头个啥推吃球子，推的结果比有无啥别可得，所有那么这个来苦那么有啊可一点嘛，可是嘛，无啥别可过比这个哇个哎你个老多个你下喽，过了些头个啥推吃球子。侬话那个就是一百克怕比的，只是无啥个那么家过年阿吉里，这个马个来可是呢，木瓜头个主要比水个多比，哈瓜头里天有秋天有，可个来可是项目里里无啥的瓜个，妈咪有多呢，谁点的水个，别嘛妈咪有多，就是那个，主要嘛无啥一百克，有那个怕比的这种。怕比的嘛，你阿太太吧啦？谁点的无啥别个的门市是或多的，无啥别个有你们那个怕比的子吧啦？是可能你的子嘛吧喽？一直觉得谁点的无啥别个有你们那个的子是呢？无啥的学个那么谁出来？他米里子来，无啥个那么家姑你阿吉里谁个马个来可是家姑你。家姑你别太，有别头你是这个，以后话带就放嘛呢，家姑你啊喽，无啥带就不是，无啥你了带花是呢，天有就天有，马个来口，谁对个来口，学个无啥带学个，对了吧？家姑你有那个袋子，无啥带就放嘛有那个袋子，无啥带就不是无啥带学个对嘞，无啥里个他妈家姑你，无啥带就放嘛，对嘛我，谁点的无啥带就放嘛。一年了花门大事，谁就点的花门大事？你看看，那点的个嘛，明年那，我俩没谁点老点，谁就点的呢？为啥得学个那嘛？他们里为啥里个他妈家姑娘阿姐就是谁头？对了不是？家姑娘那为啥得就发嘛？对了不？家姑娘对嘛那配一个嘛？家妈妈得四个嘛？为啥别看啊？我们不都家妈得配音是，家妈得录个是家妈，为啥里个啦嘛家姑你听嘛，没但是有你嘛过怕比的，这是为啥得学个嘞？谁点嘛这个学个嘞？嘛俺呢，现在呢，干嘛么？别嘛我就头很推吃体子，我就头很推吃体子瓜。阿六百年家姑你那铺路什么吃不喽？你想嘛，阿什么家姑你带嘛么？对。普西什么这方那无啥别可的嘛？无啥别可的那普西你我嘛大就，我不都三点的无啥在修狗都推，无啥你了在花别嘛？对嘛我哎，啥推？我就都啥推吃球子。假如你一来家把过呢，就是面相嘛，就喽。无啥别可的非常的呢，就是面相啊，别嘛我啊。一来个把过呢，负责洗杂比。错铺了嘛？对喽，为啥你了在秋裤子里有点了？错咋里错铺？为啥学咋里没铺洗那些花什么？我嘛不懂呢。假如你讲嘛，为啥别去？有那个怕比的，只是为啥你了在谁点的花嘞？谁点的一点学个嘞？有别头你生一对吃一只。假如你拿铺路什么吃铺喽？对了不？铺路什么吃？饭嘛那无啥别可的有那个你们那个的是谁点嘛这个有抽水机对嘞？为啥你了在抽对嘞？我就头沙推洗子，你就觉得假如你就说他姐，以后话他就不是我们特别哈的噻。俺那假如你就俺那是你就别是可卡卡，俺那当俺别是可卡卡他也就，我哩一嘛大就。你就请假如你就送我，是你就送他姐，以后话他就不就，我啥代理就不干嘛，我啥代理就不是我们特别哈的，对了不？可卡他你我们都落去，我们不都他可卡不？他可卡以后话他就不，我们得哈的，对了不啊？我们不都无啥咱都不有呢，我们得哈的是谁点的？无啥的，许个都对，无啥别跟你们那个怕比的，就是无啥你了得花那么有谁头嘞？我就得鼓推鼓子，假如你就是在客个呢，一那假如你面你装啊，你看下，故事在客个嘛个在来西，是啦就来西家子啦啊就，
对着说的马个呢，一那面你说么个啊？那你马个那么可我那个我手都行我啊？那来些的家子里嘛，我子的家子里嘛，对了别老实。对着说的马个的袜子家子两袜子手两。假如你就是在去个的面呢，假如你就让我对了别啊，啊，你开始都就啊，哎。假如你讲嘛，为啥别可用你嘛？那个给他说呢，提子里个为啥你了在抽身呢？晒脱几度以来，别的嘛，衣服的去，你可的去，水果主要比木瓜主要比水果多，你可的去，木瓜头谷子抽脱女子。一个话一面在水果多瓜，天你一脚脚嘛热气，马个的。谁也在屋啥里就叫那么在屋啥的，项目别嘛阿天米白袜子，阿天米的水果袜子，天你就叫是木啥款努力就叫嘛过比，天里谁点木嘛别嘛屋啥的阿天米都给袜子，阿天米的木那过比水果米都给袜里子，别嘛屋啥里别去过比有的，老多一个啦，这边那米有和你天你俩洗嘛说，你天你米俩洗嘛话，我和天那米俩我裤子都直的讲嘛那。对里个历史个就不讲，对里他个例子，屋啥里天你有的就叫嘛热气的呐，他米例子，一里就叫嘛热气的，都讲你是一代水果都没过瓜，对里边，他米例子，吃提子，谷子就对吃提子。莫过年家吃点子，明年吃点子，一路别比过比什么阿吉绿不。多辣子，对，不多辣子。莫光明年阿姐米乌啥的，水果那么不多辣子。一路比那个叫嘛阿姐米乌啥的哩，水果乌啥你水果放嘛谁点的水果，谁叫的水果？一路比你不点子呗，啊，一路比那些我们那都忙啊不嘞？乌啥你不点子是乌啥的水果点子下不？奶做了在你是你就没去做，没去米个你是你觉得就自己的到嘛？啊，奶我给乌啥的水果下不嘛？就你水果点子呗，乌啥你水果发？谁点的谁叫的水果？就你别问啊！天年是怕的水果那么他米哩，莫个头吃一推啥子？吃一推啥子？水果都没铺手以后花的，我苦的干呢，就是过比离个么喽？对，有水果店嘛，为啥呢？都有的水果店嘛，你们啊，有夏季么就都做的，只有都做的，那个片子都做的。爸爸，我那的水果店嘛，你水果店嘛，我的一家嘞嘛，爸爸，项目嘛，爸爸努力一家嘞，对了，快的，下头只有都做的，为啥你有的？离个子巴拉喽？有水果店嘛，为啥呢？我娘嘛，为啥啊？啊，都水果店什么啊？有水果店嘛就那，水果店嘛为啥的？只有都做了的，就是都做了的，为啥的地个的？为啥呢？离个子巴拉喽？我们不都有为啥的？嘛那水果嘞，别嘛的，他米粒子，蒙个头天下头栗子瓜，项目你里一卡去瓜多嘞，水果多瓜是一拉走的瓜嘞，一的项目个是一米的水果。我可以过拉哈到，我可是老，他个都过去老，无少努都一个有行，努别个所有行，无啥的你嘛过几个比，无啥的土里都家是我可以过多拉嘛，阿吉说，俺那无啥的水果有下边是，拉走的过多拉的，他个都过多拉的，水果方嘛努提要的我，俺努的水果那么拉路边嘛，你嘛几个比，阿天米都家是呢。日起了知道，日起了是有意嘞，为啥的呢？水果发喽，他个都过多拉他里，对过你是水果嘛里嘛是，他个都过起拉他里，水果就叫喽，水果那么你嘛做多了是水果都一嘞，我哩是日起了是啊，就是说为啥的水果嘛？为啥里有的，就有的多少的有的，就叫巴拉，就的过边有的离个巴拉，有为啥的水果嘛？一个嘛个里，别嘛，衣服说头，我推吃果子你吃子，衣服说头我推。吃果你吃，木瓜头绝比水果多，木瓜比哈瓜多里天有秋天有夏天来苦。这年诺你嘛瓜那啥嘛里是怕的水果多瓜是，爸爸无啥的阿天米阿西瓜米，有时把耶稣就是米瓜比夏木个，对，木瓜头绝比水果多，无啥的水果呢嘛，无啥的水果嘛个阿天里他那个字，无啥的水果呢嘛阿天里水果那他。有木瓜水果嘛？水果都木瓜比木瓜水果嘛？头木瓜主要是哪？哈瓜都，天有秋天有，哈瓜都，无啥别去瓜比，哈瓜都瓜比，天有秋天有，夏天来可，对了别，
你别觉得嘛啊，哈过几个就是哈得么无老是哈过都无啥别个，啊天天那瓜是修个嘞呗有种，啊天天那瓜里就要修个嘞呗，我里是下我推了个，我里是三个嘞个。哈国度里天有秋天有我来过来，哈国度里天有秋天有三个来过来，哈国度里天有秋天有下头来过来，是怕哪国家嘛？某国都绝比某国距离哈国度天有秋天有，许个那么他们的子，人家诺你们那国那啥嘛的是怕的，他们国度伊，啊他们国度伊，许个都国，啊呢。啊，他们修个都那啥嘛？过比无啥的修个，你是你那我听里但是过里一个，你里是一个一个，侬一个里嘛修个别嘛，一家别你我推修个个，你是你那过比他个例子，你嘛啥啥个去什么过比，你嘛那啥那啥嘛，别个某国过比无啥的修个我例子，推了一台。无啥理由的，一家人哦，有无啥的马修个嘛的，有爸爸无啥的，啊天咪啊习惯咪有时话也是就是咪过比，项目是修个，爸爸哦啊个项目，努力我得出计划几个老师，出这天又去了，努心里五个了，努三下个了，我努得修个说，努得修个干嘛明天又去了，这天又去了，为啥努得项目嘛？努这努漂亮你项目嘛？努这地步我比如是讲了你项目嘛？别嘛，啊天咪无啥的项目嘛你嘛就是，啊天咪项目嘛你嘛里修个我子，别嘛有得推了三个拉不，推嘛呢？啊，听印度啊，别呢，三点在印度啊，三脚在印度啊，别的嘛都有，他们例子嘞，有你嘛提手率，为啥在修个我例子？你嘛提不的嘛，提过的嘛，你嘛提手啊，就为啥在来就是你，为啥在修个我例子都有嘞？木瓜头，啥子啥腿，女子啥子，啥子啥腿，女子比啥子，七不七十一户花的项目个，吃家脚嘛，七不七十一的修个都瓜。木瓜西里一代修个，那什么吃不起是？嘎吃嘛塞里一代多么？啊呢，吃不起是个修个那当，那啥别木瓜只是个修个那当，啊呢那木瓜嘛那米你嘎吃你别你瓜吃个有木瓜啊个哈哈别只是个修个那当。那什么木瓜塞里为啥在修个？木瓜西里为啥在修个？阿们木瓜西那啥瓜木瓜其他木瓜西修个瓜嘛？阿们明年过点的，是不起木瓜修个啊面是那什么是不过比其实李生我说修个我俩没木瓜西有瓜嘛？古大嘛主要是。木瓜西里修个那木瓜修个哇，阿们个明年过个木瓜西修个多，木瓜破故事呢，他基本那太嘛修个什么，一起修个什么别，他那个修个那个木瓜西里修个，在木瓜起的木瓜西个修个，谁点台为啥在修个那么？那啥嘛，吃不起是那啥嘛？你嘛那个比那啥嘛？你嘛个比为啥在修个嘛？哟，阿天咪谁点台谁觉台，一解决喽，别嘛你看我啥个的去。花过对不个里，你个其实在嘛个？对，天木的屋头翘腿吃席子，天木的屋头个翘腿吃席子，腿的这个嘛，错不得呢。他你看那嘛比哈律布嘛大嘛负责洗澡的，他你我那嘛比有个吃到阿姐怕不比个巴拉是无啥道理，我罗那罗比嘛个对。花过对不个你个洗都得，你个洗都那个手脚电视在嘛个别吧？听嘛呢？我嘛哪洗了通啊？手不嘛，手不那个那洗就想不起来，我那在那天里俺在家嘞，啊锅里俺在家嘞，啊他里俺在里，俺那付的我付嘎个别个嘛的，俺那付的我花过对你个洗都得哩，可卡电视在必须，对你洗的嘛个就，对你洗的别嘛个别。侬他去看啊，对天子嘛，你过洗都带里他去看啊。负责洗的哈律嘛，我嘛带的哈律是你谈我喽，哈律不大嘛，为啥的有个去都阿姐怕怕不个巴拉说，为啥带里我喽？别你听你妈个别我，我话负责洗的就是那洗嘛起来个，那对那很多那个就想嘛起来个，我那副脚那个，咋个嘛大多个嘛大发的讲我别我，为啥的嘛都家的？那只像那个，我不听你讲，我那次也一个超过家，不阿妹爸妈讲，不阿妹个是啥呀？对嘞我呢，不得哩你话，不得哩你过啥？没得什么绝对问木马夫，啥过票那么带我木马夫，阿妹一讲嘛带哩你手里木嘛带哩，你过是的，为啥么带木马夫？对律师拉出的，可个嘛个就，尤其是咋不哩，谁带带嘛个的，为啥咱能不哩？别嘛个就。
我们不懂呢，提子绿瓜，你过许多门那么呢，是把那瓜的我别嘛，因为在头里别嘛个头里别不，莫瓜头出吃你头吃子，莫瓜头出吃你头吃子，日子别别要么带他哈绿，或者门那么带他我喽。负责是的面啦，不啦不面，我们带我不他可，头天里马个必须，天里马个，负责是的带的我不可是呢，为啥你了带马花是带天里马个必须？侬发你不面啦不啦别面，侬为啥带他面里，天里马个别就，侬负责是的带我不他可，天里马个别就，侬路也带侬一个两哦，天里马个别吧，我们不懂呢，哟，天里马个那么，晒出来晒出来。罗卡头吃你头，你吃子；罗卡头吃你头，你吃子；吃你头，你吃子。我的阿弥为啥呢？一旦出脚，你们去弄个面带我花了我的你努力叫给大妈阿妈带嘛个两个娃比别个喽，初步怕的，菩萨西达的哈律嘛大妈初步怕的别个，你打哈律，你就说点啥？初步怕的有嘛那一刻卡大就。那我咋听面话了？我菩萨是咋听面上门了？那哥哥嘛打过去个了，比嘛那有大事，但是娃嘛听嘛的是娃嘛过，偏是下次你听嘛过怕比个东，我后面咋个嘛到都个嘛到，我三点的没咋个嘛到都个嘛到呗，可卡就一呢。为啥对那么哈聊嘞？菩萨是咋带的哈聊，不都一天可卡去？为啥带哈聊你一可卡嘛不来？一推了可卡，推了可卡是，没怪个了，为啥你还里边一带？哦，侬这去看什么？侬一他妈侬在花多讲哎，侬个面侬俺花了嘞，你们去，侬花了噻，俺花了，侬个面对俺花了噻，侬那天你花地嘛里面得个了，侬带嘛个有嘞，侬个面个怎么过来？侬喜欢嘞，侬个怎么过带个带嘛过来？啊，十几个嘛就，我们不都初步不推的告诉了，初代老多花旗子，初步普西代里，他面还普西代他我喽，普西马古两台里，侬才面古两啊，别嘛带马古就，我嘞，一些面古六嘞，普西代你下当那，这天面下当嘛，一口带古六嘞个，阿里没咋啦，也怎么过来？哎，推的马古，普西代哈六点说的。推了马个，推了白本啊！我们不都，侬说面嘛，是点啥都讲门，阿爹点啊，阿爹点嘛过，为啥的是面多个？为啥个啦是为啥的是呢？面多个，推了是白啊，白的嘛，我哩菩萨是咋带下律说的推了马个，推了白本。还比如说个骨头你吃席子，还比如骨头你吃席子。从这带你的花心呢，干嘛别走大事？是干那没别木可嘛抓喽？太天里马个必须啊，说错不得怎么的？侬到过看啊侬西他侬别木可啥？侬听两个月他讲么啊？马古俩，侬三点台里为啥带没多个？为啥带修个？为啥带哈绿？为啥你了花？天里马个别不？天里马个嘞，我们不都三点台里为啥带花？一路一年干嘛没有？西瓜里呢，普西马古来的，我听你话普大边面，可卡点边面，普西里马古来的，有这些面可太古里他，几个嘛就么过，个两啊，我嘛不都，推了马古里那嘛，推了西拉出的马个，别推了别不啊，就是大不，晒出来晒点台马个来，别的嘛，他米粒子，老卡都会吃你推吃我子，也是你一我的。你还嘛阿记得花起比咱们，阿六百年出咱那，一个就阿面就嘛过比，三点嘛忙啊，别个喽，太，阿叔叔不怕嘛爱，俺个就听你就讲你俺那三点嘛假设都上啊，现在个嘛都，就里头讲但是去看他，以后太估计问题面主要是呢，强一是修，我在是怕也是我听不发带里别个吧，嘿，你还嘛在花起啊，他你还。阿六百年出咱那个就阿面就嘛个比三点么路比他都讲三点么忙啊，推了别个是怕也是里你个，阿西嘛就别面你嘛的是嘛无啥的，第个里个的，你嘛的是嘛无啥的来觉的，这些就嘛的你快些的，哈过做不做赢哦，这些头过推了别个啦，我嘛不都。不是的，我老师，你还是俺妈妈老师，我妈妈老师，我都听讲你妈老师，我干嘛个？我he嘛的是妈妈老师，听嘛的是无那的是，推了别说的。哎，你个老多个花旗子，不是个就阿面就嘛过比，三点嘛啊，是怕意思推了别个，
我们不读哟，就嘛得花起来，这些就嘛得，你可是3点是6点是，为啥得许个都就没得？那么听为啥得项目别嘛你嘛？天咪就是嘞，别的嘛有，他米里子，天么都错头，辞职。6百年不得你还嘛年，我嘛听下是路嘛，已经咯，天不那不得你还你，今年就过比下几次你嘛下头面是哩，一直切得嘎家家咯，嘎家就是呢，不是你嘛过来才习惯了，不是的，突然你我是呢，为啥家个？得嘎子个，为啥家个得米了？为啥得花那么米了？为啥得学个都推那么米了？为啥别可能那么米了？我得一年嘛得嘎家就是习惯了，不是那跟你啥做家用，是这个嘛就一别个，我嘛不懂呢，不是面就面，为啥得呢？他孩子不是就是个面状啊，他孩子。你要把那个说不说意，有比个说不说意，为啥得嘛哈了？有比俺你想起来的为啥得嘛哈呀？哎。我鼓励嘞，不是面就是什么嘛没必须嘛面就是为啥在米里那嘛必须，米里那嘛塞土必须，米里那嘛就干个必须，不是面就面哈呢，就晓得一家是嘛就是在一家都，对，我哩讲，我嘛不懂，不是面我嘛过比什么皮那么他个例子，不是面我嘛过比为啥米那么是天在塞土嘞，别懂嘛，我哩再跟你说说我啥口，没得可哟。有嘛头吃我头，啥子，有嘛头吃我头，啥子瓜，是两嘛个说，53年弄啊，就说别提我，第二次退了票啦子，53呢，错不错想嘛不，就说一得可以啥，就是那个54是两嘛没打喽。就是那个54是两嘛，一得可以啥，就是那个54是两嘛没喽，没打喽，一直觉得3点的，一得学个是，一年了得花嘞，54是两嘛得花嘞，别的嘛，你们啥去3点的，假如你就嘛54里个啦嘛便宜过嘛，假如你就嘛呢54的就方便嘛里边，假如你就是54的学个都，54的米都个都一嘞，你可听个quoi3点6点的54的学个嘞，一直觉得54的米都个嘞，啥可听个quoi，错不得就个个，不是的我都是全部过去的。不，你嘛有，不是你嘛过来的，这什么过来？我睇你嘛一样啊，错不得就个个，3点的为啥得花嘞？为啥你来得出来？别嘛，就你啥去过？都是这个去说干嘛？这个去我就是那个，为啥是你个吃嘛？么子花花。